完全没有机密资料。我公开告诉他们，不需要提供机密资料给我，也不要告诉我机密的内容，我只是要公开资料的汇整。我想我办公室已经发出新闻稿，非常完整的说明。那这份资料我也带到这里，各位可以很简要的看一下，完全没有机密资料。我在协调会里面跟国防部的官员交换意见，我公开告诉他们，不需要提供机密资料给我，也不要告诉我机密的内容，我只是要公开资料的汇整，便于我的问政。所以详细的内容在新闻稿里面都有说明，我们党团等一下也会跟各位媒体朋友说明。我希望国防部针对这件事站出来公开说明，他们所提供给我的资料有没有机密资料，这是由国防部去认定。据本席目前的了解是完全没有，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方式跟大家说明，希望部会不要用这种方式来炒作，这样子对所有的立法委员合法行使职权是非常不尊重的，这是一个非常恶质的一个案例，请国防部应该站出来公开说明，而不是我来说明。立法委员依据宪法的保障合法行使职权，请国防部予以尊重。谢谢。提出的说时居心考试，觉得是会一种泄露的特点。当然是嘛，否则媒体怎么会知道我在会议里面的说的很多内容，而不是纸本上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案例，请国防部要公开说明，而不是我来说明。谢谢。那你有要求要提机密的资料吗？我当然没有要求，谢谢。那调阅的资料大概是多少？就这些，就这些。我这个说起来就是各军种的基本数据，还有国防白皮书上面都有公开的资料。我只是希望他们把它整理好，方便我问政的时候做一个查考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不过你有要到了所谓的资电军的这个部分是为了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我们只是交换意见，提醒他们资通电军要能够比照国外的网军，他应该努力的方向，那只是一个意见交换，请国防部把这些讯息告诉媒体的人站出来说清楚，而不是我去解释，应该是国防部。好，谢谢，我还有会议。